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启示录5章6到14节。启示录5章6到14节，和本圣经在360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上帝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7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11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以上。这时要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情与香炉1，情与香炉的侍奉，情与香炉的侍奉。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学习，要如何的来敬拜，如何的来侍奉你。我们要从在天上的形象来当成是我们要学习的敬拜。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从启示录中间，我们能够学习到主你要我们的敬拜。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到从今天到今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有4堂的要提到有关情与香炉的侍奉。为什么有这个呢？我们是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每天在每个礼拜在主日中间的敬拜，跟天上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有想，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天上敬拜是怎样，但是圣经中间有一卷书，它曾经说到这些事情。我们有想过天上跟地上的这些敬拜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是当我们回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站在主人面前，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或是如何来敬拜他呢？圣经中间大部分记载的都是在地面上的，但是呢，对天上的情景呢，有一卷书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是有关启示录。但是所谓的启示录呢，我们很少在教会中间会提到这个部分，因为启示录有它的时代的背景在，但是它并没有终止掉，它仍然是到未来的情形也都显示让约翰能够知道。其实启示呢，这2个名字呢，启示，启就是开启的意思，示呢就是显示，也是原来它是关闭的，然后现在要把它开启起来，然后让大家能够明白它到底是什么。那明白是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第1章1章1节就已经讲了，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门徒，他就差遣
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然后约翰就开始将他所看见、所知道的事情呢，然后为了主将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所看见，他都把它记载下来。到第3节的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一开始所讲的。那启示录呢，因为它是一个启示文学，那启示文学呢，一般人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他在讲是什么，因为启示文学呢，它有一个重点呢，它就是听的人，就是他同样那些信仰听的，他都能够明白，但是不在那个情境之下，或者是不是同样信仰的，他通常就没有办法明白，而且是被隐藏住的。其实启示录呢是在主后，大概是在主后95年所写的。那很多人在到底它是不是属于是正典中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些小插曲，有些人把它当作正典，有些人把它当作不是正典。后来在主后的397年的时候呢，第3次的迦太基议会里面呢，把它列为是正典。从那时候开始，大概就没有什么疑虑。再加上主后680年君士坦丁堡的议会呢，更确定全部圣经的所有的正典是这些66卷的时候呢，就从那时候就没有开始改变过。启示文学呢，不只是启示录，我们刚刚看完在每日研经释义所看的但以理书也是，以西结书也是，撒迦利亚书也是。其他还有在圣经中间有很多地方的片段，也都是属于这些启示文学的。启示文学呢，它的背景是在当时候国家有难，或是民族有难的时候呢，他们受到异族的统治，那他们这些人就觉得前途是渺茫的，好像看不到任何的盼望。这时候有启示文学出来呢，就将这神的旨意来告诉他们。但是他又不能很明的去讲，他就好像是要叛国一样。所以有一个君王要来，要怎样的话，那这种文学就等于是叛国文学，所以他们就会受到打压。所以他讲的就是一种属于宗教上的用语的方式来讲这些带来的给当初没有盼望的这些民主们呢，他们带来的盼望。而启示文学呢，常常有一些特点，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但以理书，或者是在看这个启示录等等这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它里面有一些名字，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里面的名字呢，大部分都是虚假的，只是取一个名字出来。第二个呢，它有很多个数字会出现，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7啦，有24啦，有很多的数字会出现。这个数字呢，其实在当时他们都有他们象征的意义在。第三个呢，他们会有很多个用颜色、用动物也来代表了他们的象征。像我们刚刚看也有看到4活物，以西结也有讲到4活物。那这活物到底是什么？它代表的意思是怎样？第4个特点呢，乃是他们在这种悲观中间的时候，他们给予一种乐观的历史哲学，也是讲到说这个世界上已经达到一种非常好像是已经绝望的时候。但是呢，有一位神，他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带来的这个盼望在。最后呢，就是在这位神的掌权之下，一切都是有盼望的。第5个特点乃是讲到说，这种启示文学都是因为宇宙中间有2股的势力呢，在争斗之中，永远都在搏斗的中间。其实在我们现在是也是同样会碰到这样，一个是善，一个是恶，这2股势力在搏斗的中间。这是启示文学呢，通常都带有这几个特点在，而让人家会觉得好像启示文学呢是在告诉我们这是2股势力，是二元论。其实它所要代表的并不是真正的二元论，它是假的二元论。因为二元论表示说不是这个就是这一个，而且是2者常常会存在。但是假的二元论是乃是代表说中间一个永远会得胜的，而另外一个呢永远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二元，其实是预言。也就是说，启示文学到圣经里面的启示文学到后来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真正的掌权者，这中间会有这个过程在是没有错的。而这
在当初在那些民主们、他们百姓们，他们受到这种困苦的时候，等他没有盼望的时候呢，用这些启示录文学来帮助了他。我们今天所看的启示录呢，就是在讲这样。而一刚开始是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我们在继续看的时候呢，我们对启示录大概比较了解一个，原来有讲到启示录提到的7间教会，所以约翰写的7封信给这些教会。所以前面的第2章、第3章其实是在讲这些书信。除了这两章以外，开始呢就是属于启示文学，因为这2章很容易可以明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是那个不修不练哦，就是很温水一样，也不是热水，也不是冷水，但是这样，就是你的信仰已经冷淡掉了。我讲哪一个教会是这样，哪一个教会是这样，给他们一些警告。第2章跟第3章是在讲这个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显然是要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在第5章之后才开始出现，一直到第6章的时候，这更明显。但是他很少讲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也很少讲基督这个名字。基督的名字只不过讲了4次还是几次，更多的是讲到是羔羊，被杀的羔羊。这是神奇妙的智慧。你想想看，我们在讲到等一下。在启示录你今天看的时候，看到那一种情景，宝座上，然后这么多的荣耀，这么24个长老，很多的天军天兵在那的时候，那出现的要敬拜的是谁呢？应该是一个，是不是骑着一个白马雄风威武的这样出来？没有想到，竟然是所有动物中间最脆弱、需要人家去照顾的羊，还不只是羊，还是羔羊，就是小只的刚出生那些最脆弱那个羊。神的智慧才有办法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羔羊的方式来显示在人身上，因为他是如此的谦卑，他应该是神，但是他愿意降为人，到人来里面也不是做宝座，也不是受人家来赞赏来做王的，而是在那边被人家受难，被人家鞭打，被人家钉十字架的。在整个圣经启示录中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入到主耶稣给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形状到底是怎样。这中间呢，就已经提到了有关在天上他如何的敬拜。这敬拜呢，所以我想说，从启示录中间，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是在天上的敬拜是什么。而为何约翰能够这样子写呢？因为在第4章第1节的时候呢，他要启示给他，然后他写给这个书信写完了，第4章就开始进入到启示文学里面。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你上这里来。”他要那边讲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约翰非常的清楚。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来告诉他：“你上到这儿来，就是上到天堂的地方。”他就上到了天堂之后，他就看到了在天堂上敬拜的样子。我们只要是回去读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是讲到上帝的时候呢，他不敢讲上帝，他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然后也讲到什么7个灵，好像不是一个灵吗？怎么有7个灵？就是看到启示文学它的特点，7常常是神所代表的完整数。它代表我们讲这个圣灵呢，它是有丰富的能力在，不是像我们有人把它解释成为是7个恩典、7个恩赐，或是7个方面等等这样。其实它所代表的很多的数字呢，是跟圣经文学里面所讲的一样，7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等等这样，甚至讲到4活物，这些呢都有它的代表意识存在。约翰呢，他上到上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就看到提到现在他见到上帝的宝座，要看到站在宝座前的4活物跟24位长老。为什么有这么多长老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牧师比较认同的解释呢，是代表说，因为主耶稣曾经说，在后来的时候要有12个支派必受在宝座前要受到审判。所以这24呢，乃是12加12，也就是12个支派的族长，加上新约里面的12个使徒，总共有24个长老。然后4活物呢，4活物它讲的是狮子，还有人，还有牛犊，
还有一个是飞鹰，那其实是代表了4种活物。狮子呢就代表了野兽，就是动物，然后牛犊呢代表的是家畜，然后人就是代表是人，飞禽呢是代表的是飞禽。也有人说，那怎么没有鱼呢？因为这些动物里面还包括鱼才对啊，在水里面的鱼，其实这已经是代表这4样已经代表所有神所创造有生命的。所以4活物跟这个24个长老站在这个上帝的宝座前，乃是告诉我们说，神一直没有将他被造物呢离开了他，都围绕在他的旁边。这是一个真正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中间是一脉的思想一直存在。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这些被造物呢，后来回到天堂去的时候呢，仍然是跟神的紧密在一起。讲了这些之后呢，就看到这些人回到天堂去要做什么呢？原来他们都是要在敬拜。在启示录第4章第8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的、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那些天上的活物不住的在座位之中不住的敬拜他。而这24个长老呢，他们就将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也是同样的敬拜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看到约翰他被上到天堂去之后，他所看到是一个完美的敬拜。坐在宝座上呢，当然就是上帝，而围绕在他旁边呢，有4活物，代表了所有的被造物，同时再加上上帝的所选的这个选民里面的24个长老的代表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但不住的在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而这几个24个长老呢，也是把他们的冠冕呢放在宝座前呢，也是同样，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当这种情形敬拜刚开始的时候，主角就出现了。这主角是谁？就是被杀的羊羔。被杀的羔羊呢，出现在启示录第5章第1节到第5节。我们并没有去读的，我们是从第6节开始读的。第5节开始的时候，已经介绍这些羔羊出现的时候呢，约翰他那边记载说，约翰上到宝座前，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这上帝的右手拿着一个书卷，而这书卷呢，有用7个印把它严密的把它封住了，似乎好像没有办法开启。约翰就焦急的大哭了。而这时候长老中间有一个就对他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就看见这被杀的羔羊站在宝座前，在4活物跟24长老之前，然后羔羊就从宝座中拿起了这个书卷呢，就开始在那边要开启了它。然后看到这4活物跟24个长老呢，就开始敬拜这羔羊。原来在天上的一个敬拜是这样，一定有那个非常重要的主角的出现。我们今天到这边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只是因为礼拜天就来到教会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性而已，还是你是带着要来敬拜神，要跟主耶稣来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再次领受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有这样子的心态来的，还是只是来一个敬拜？我们看到天上这些阵容排起来了，24个长老，然后有4活物，都是齐身在敬拜的时候怎样？那被杀的羔羊就出现了。看到这些羔羊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一起俯伏的敬拜。原来也是告诉我们在敬拜中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有没有出现？我们只是空空荡荡的，只是一个我们唱着我们的圣诗，我们看着所谓的圣经，就这样子的当作敬拜呢？还是你有每个礼拜到主日来，你有真的遇见神吗？你有跟神来见到面吗？你有再次听到神在向你讲话吗？或是你自己从圣经中，从这个圣诗、圣经中间，从所唱的歌词中间，你去领受到神要跟你说什么吗？
天上的敬拜一定有被杀的羔羊在宝座前。要是没有这个羔羊在，那已经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那如何去敬拜他呢？我们看继续往下看，就是今天的经节里面我们所看的，在启示录里面第5章第6节到14节里面，我将它分成4个，然后我们再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呢，是它的场面到底是怎样。原来不是只有这4活物跟这24个长老，再继续往下看的话，第15节一直往后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它有所有的天使，还有一切被造之物，通通俯伏在羔羊的面前。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场面。我们今天到圣殿来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这个高傲的心态，我们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一个，我们是属于这个羔羊，是属于这24个长老也好，或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被造物也好，你都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而他们用什么方式呢？他们原来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他们讲是说，每人拿着这样琴，还有金香炉，然后开始唱新歌，大声颂赞，将归荣耀给坐在宝座上，还有羔羊，就归给父神跟耶稣基督。他们拿着琴跟金香炉，等一下我们就会继续谈到琴跟金香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讲第3个，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原来是带着琴跟带着金香炉。我们盼望在4个礼拜中间，就是在学习这琴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金香炉是什么意思？那带着琴的敬拜是怎样？那金香炉的敬拜是怎样？难道是它是分别的呢，还是一起在一起的呢？这中间已经先告诉我们它的意义是怎样。琴乃是歌唱颂赞式的敬拜跟祷告，而金香炉呢，它所种的这个香呢，乃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是一种恳切祈求式的敬拜跟祷告。原来到神的面前里面呢，不是只有每次我们来的时候，都只是一直在祈求而已，并不是祈求不行，祈求绝对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样，你有没有一种颂赞式，带着琴来，带着琴到神的面前来成为这样一个敬拜。而琴呢，在所有的旧约中间，我们提到的时候，它都代表了很多有很深的意义在。我们在下一场的时候，我们会来去提到。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所看到是一个，当约翰上到天上去的时候，他见到宝座上，然后开始有4活物，还有24个长老。然后这敬拜要开始的时候呢，那个被杀的羔羊出现了。我们看到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被造物就开始俯伏在他的面前，开始用他们所带的这个琴，他们所带的这个金香炉呢，在那边唱新歌，大声颂赞，将一切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跟羔羊。原来这就是在天上的一个敬拜。那这琴跟香炉的敬拜呢，也代表了怎样啊？其实这边有好几个，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呢，它乃是一个全然俯伏的敬拜。我们知道敬拜的意义原来就是屈身。我们可以想象说，那个回教徒他们一天有5次的这样子朝着他们的圣地的方向，他就是把一块地毯铺在地，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带着把这地毯就铺上去，就开始俯伏在上面，那种虔诚的样子。其实我们现在的做礼拜，我们都是坐着。他们的敬拜就是一定要跪着，然后头要整个朝下，整个四肢甚至是五体投地的这种方式呢。所以原来敬拜的意思呢，就是屈身俯伏。所以俯伏的敬拜呢，不是敬拜者以身体对立面，其实更是这样代表我们心里面的敬奉、尊崇、顺服、虚己、祈求，不是只有讲到表面上所看到那个身体的这样子拜着而已，而是乃是一个连我的内心，我的全人都俯伏在神的面前。琴与香炉，它的敬拜，第一个是全然俯伏的敬拜，第二个呢，乃是讲到它是一个新歌颂赞的敬拜。琴与香炉来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唱着新歌，他们唱着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些拿着琴跟香炉来敬拜他的时候，因为他的对象是被杀的羔羊，而被杀的羔羊是怎样？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为何呢？因为他曾经用他的血，自己为了我们这些百姓们，为我们这些罪人呢，他愿意流他的宝血，然后救了我们一个，所以他配得我们来敬拜他，配得我们用新歌来颂赞他。所以新歌呢的颂赞呢，它并不代表只是在所使用的这些歌词，或是他创造这是新歌还是旧歌，而乃是用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用心灵跟诚实来颂赞上帝。所谓的新歌颂赞，所代表的乃是一个从心里面每天都有一个新的领受，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感受，你要来向神来献上你的感恩，这才是一个真正他们所讲的新歌的颂赞。琴与香炉的敬拜呢，它是一个全然的俯伏。第二个呢，它是用新歌来颂赞，是你全人的领受，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愿意来向神来献上你的感恩。而第三个呢，它乃是一个同心的颂赞，天人交响的这种敬拜。当四活物跟24个长老他们用琴跟香炉敬拜的时候，千千万万的天使呢，也同心大声的颂赞。在第5章第12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也就是将一切所有的呢，都归到这被杀的羔羊上。为何耶稣他这被杀的羔羊值得我们这样，值得这些所有的被造物来尊崇他呢？因为他的谦卑，因为他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牺牲，所以他配得这些，不只是配得所讲的这几个形容词，这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与荣耀。我们所看到的在天上的敬拜，乃是一个全然服服的敬拜，是一个用你全人的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新歌的颂赞，也是大家同心来颂赞的，是一个天人的这种交响。不只是这样，它还是一个怎样多方的交响。约翰他听到的，在第13章第14节里面，5章的第13节跟第10节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也呼应说：阿们。众天使也俯伏敬拜。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一个天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敬拜。敬拜的对象是谁？是被杀的羔羊。为何他值得大家这样子的敬拜？为何值得这代表所有的活物的四活物，还有代表的神的选民，这是24个长老，再加上所有这些天使们他们的敬拜，为何值得这样呢？因为他流他的宝血，他为了要救世人的罪，他牺牲了他自己，他是如此的谦卑，如此的奉献他自己，所以他值得这些所有这些权柄、荣耀、尊贵、权势都归到他的身上去。原来这样的敬拜才是一个天上的一个敬拜。神要我们学习也是像这样子的敬拜。所以这边要问大家说，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中间，我们也需要有琴跟香炉的这种敬拜跟祷告中，不是只有求告而已。我们通常都是只是在祈求而已。而敬拜也不是只有在这边唱诗跟颂赞而已，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接受一样，让约翰一样，也能够受邀到天上里面去，也能够去看到上到这而来，然后我们就怎样，就能够把琴跟香炉都献给上帝。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够领受到这样，所以第二个问题要问的说，你能不能我们来默想说，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间，我到底是比较缺乏琴呢，还是我比较缺乏香炉？我应该如何的去调整？我们刚刚所看到是一个启示录，约翰上到天上去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启示他，要将他的
奥秘透过约翰去启示，让人家来知道的时候，他就让他看见天上的敬拜是如何。天上的敬拜呢，不止约翰他能够写下来，是从第1章开始看见的时候，他听到后面一个声音告诉他，然后又到天上就又看见了，所以他既看见又听见之后，他就能够很有把握的将这些事情都写下来。他看到天上敬拜的形象，乃是一个宝座在这边，神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代表的被创造的活物是活物，再加上神的选民的24个长老，这种情形之下，再加上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被造物，他们要齐声敬拜，他们要俯伏敬拜，因为被杀的羔羊出现。当主耶稣，神高级的他，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俯伏敬拜他，所有人都用新歌，用全你的心灵里面出来的来颂赞他。我们能够有像这样子吗？而且是大家同心的来颂赞。我们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所盼望、我们所期待、我们所渴慕的是这样子的敬拜吗？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他在讲说，有一个牧者，他有一次办了一个布道会，哇，事先要办了一个布道会，就开始筹划，似乎都是计划的非常的好，但没有想到时间近的时候呢，可能有台风来了。而这台风来前面开始有预告，哇，他就认真的祷告，盼望这个台风能够停止，能够不转到这个地方来，让这个布道会已经花了这么多个心血，让他能够好好的，能够有更多人来参与来敬拜，为此迫切的祷告，祷告了好几天，一直迫切祷告，但到那一天呢，仍然是下大雨。他一方面觉得很失望，一方面又觉得应该更迫切的祷告。正在祷告中，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说：“你期待的是很多人来，还是我要到你的中间？”原来他听到一个圣灵的声音告诉他：“你期待的是很多人来呢，还是你在中间一直在祷告中间，一直没有邀请圣灵，是主耶稣到这个布道会的中间来？你期待的是什么呢？”哇！他突然感受到，原来他只是想到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天上的敬拜是这样的敬拜，有一个中心的主角，被杀的羔羊在。我们今天每个主日，我们都到教堂里面来，我们在敬拜。我们有没有将这个？你有去面对到这个主角吗？我们要敬拜的神有在我们中间吗？你所面对的是这些，你在唱的这个新歌的颂扬，你在做的这些祷告，你的对象是谁呢？是不是真正就是像我们在启示录所看到在天上的敬拜一样？你有带着你的琴，带着你的金香炉来吗？琴就是一些颂赞，从琴里面出来的颂赞。下次我们再看到琴里面，我们谈到很多，在旧约里面很多事情谈到这个琴的功用。以利沙，或是扫罗王，他正在有这邪灵他的时候，是弹了这个琴之后，这邪灵就离开了他，等等这些琴的颂赞有它的功能存在，不是这个琴有这个功能在，而是因为颂赞的关系，你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的时候，你有带着你的金香炉吗？金香炉所盛的是什么？乃是这些圣徒民的祷告，这个随着这个香呢，是上到神的地方去。我们的祷告中间不是只有祈求，但是祈求也是神的运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在天上的敬拜里面，在天上已经没有什么好祈求了，而他是带着这样，带着众圣徒的祈求。我们也只是我们的祈求，只为了我们自己吗？还是为了我们所认识这些人？还是为了未得之民呢？那些失丧的灵魂呢？我们有为了他们来带着这祷告到神的面前吗？我相信今天我们所看到这边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了解到一个真正的敬拜应该是怎样，包括我们以后每次的敬拜能够更深入到，我们可以想象中在天上的敬拜是怎样，再加上进入到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相信就有不同的感受到。
而你自己的灵修里面呢，你也可以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上帝的宝座已经悦纳我们的新歌颂赞的时候，现在你要向神求什么呢？当你对琴与金香炉的敬拜有更深一层认识的时候，我相信你大概就不会祷告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你可以想象到，在天上他们是怎样日夜不停的颂赞、敬拜神。盼望今天所领受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接下来我们还有3堂会讲到琴与香炉的时候的敬拜呢的侍奉，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到，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到神自己的灵修也好，跟神的关系乃是一种很亲密、很深入的这一种连结，而不再是一个表面而已。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的透过启示录，我们能够再次的看见，在天上的敬拜乃是如此的敬拜。我们感谢神，你借着约翰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将他所看见的，让我们能够很明白的去了解到，在天上的敬拜乃是忠心被杀的羔羊出现的时候，所有被造物，所有这些上帝的选民，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这些全部都要俯伏在神的面前，由心里面发出声音来颂赞，而且是大家同心的颂赞。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可以敬拜你，但是也是带着虔诚的心要来敬拜你。那我们每次的敬拜都能够遇见神，都能够与神来相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是我们同心要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